要食到蝦餃先買。嗱，前面就有好運茶樓啦。係咧，係啊。喂，個燈咁耐嘅，係理得佢啊！冇車就衝啦嘛！係啊，維維，我哋一齊衝啊！唔好啊，好危險噶！仲係紅燈啊！衝紅燈要罰錢㗎。阿婆小心啲啊，唔好衝紅燈啊！我哋衝咗幾十年紅燈噶啦，都係咁。係啦，冇咁多事啊。大家唔使嘈，等我哋同大家講解下啦。根據《道路交通法》第70條，第一，行人宜橫過車行道時，應該注意來車嘅距離同埋車速，並且喺確保安全嘅情況下，盡快橫過。第二，行人應喺有適當信號標明嘅人行橫道上橫過車行道，而且唔影響第5款規定嘅適用。第三，喺裝有交通燈嘅人行橫道上面，行人應該遵守交通燈號嘅指示。第四，當交通燈或執法人員僅指揮車輛通行嘅時候，行人唔應該喺車輛放行時橫過車行道。第五，喺50公尺距離內冇經適當信號標明嘅人行橫道時，行人喺唔影響車輛通行嘅情況下，方可喺人行橫道以外嘅地方橫過車行道，並且應該依循最短嘅路線盡快橫過。第六，違反本條規定者，科處罰款澳門幣300元。你哋頭先咁樣衝出去，如果俾警察見到，可以罰你哋澳門幣300蚊㗎。係啊，300蚊可以食一打叉燒包咯。 300蚊，夠我哋飲多一次茶噶咯喎。原來真係有規定㗎。咁啊，咁我哋乖乖地等翻綠燈先過咯。唔該晒你哋啊，真係。安全係最緊要啊！綠燈啦，可以行啦。